来去掠地牛，作者林美丽。细汉的时，和阿公去掠地牛是我上快乐的代志。伊骑乌托摆载我甲小弟，阿兄就骑脚踏车缀伫后壁。就安尼，阮一行四名，噗噗噗噗，骑对旧威林机场遐。机场拄好伫滨南工业区的树叶仔外，一片看蒙蒙。靠我工业区迄头的草仔生甲旺旺，有人放牛伫遐食草。阿公带阮伫山地即头吹。这4块链灯无位也无早，加在日头无解码，若无阮一定拍甲变人干。地牛是啥？我问阿公，阿公挑工甲我喊，讲啊，倒住伫涂骹底的牛啊，伊嘛有2支角，你若甲人，伊会甲你答哦。哪有可能？我毋信。伊若介大只，哪会住伫涂骹？而且阮双手揢2片姜，也无摕家私，是要安怎掠？阿公教阮先找有落涵，甲亲像酒楼仔的土坑，讲地牛会秘伫内底纳凉。阿兄目色好。真紧就找到一空，阿公甲阮险我来，搁刷手压一支草仔机，豆豆仔甲吞入去土坑啦。无一个久，草仔机有在震动，阿公紧甲扭出来，一只噗噗细细只的牛仔，就互草仔机钓出来啊！哪会遮趣味？地牛可能介枵塞的款，若无，阮也无用啥物做钓饵，煞凊凊彩彩就甲钓着啊！阿公甲地牛放伫手底，互阮观察、详细甲看。伊除了有一对角，阁有6支骹，连腹肚嘛圆滚滚，身躯顶有发有毛啊！实在是有够奇怪。阿公讲，地牛真戆，若找无草仔机，带妹妹的头毛来钓嘛会使的。啥？要带我的头毛去钓地牛？我才无爱咧。到时若带了，我毋得变秃头。大汉了后，才知影阿公讲的地牛，就是专门食狗血的异狮。伊会秘伫山地，也是草埔的涂骹底，而且伊是山牛，毋是地牛。因为阿公毋捌字，可能安尼来呼毋对去。伊阁有真济片名，亲像山猪、山狗，毋管伊叫做啥物。迄段掠地牛的日子，是阮做囡仔的时上水的记忆。